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文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咯》。农场啊，除了生产农产品，也係講觀光休閒的功能之外，還有其他哪道嘅功能呢？太平農辦有一間六堆亞果園有機農場啊，佢能專門喺生產有機嘅農產品。除咗以外呢，佢能係推動生農教育同環境教育，甚至於同在地合作打造嘅無窮嘅觀光行程，也請受到大家嘅歡迎。佢哋喺樣板做到嘅呢，底部有樣板嘅故事，我哋更加今日嚟邀請創辦人王宗義先生嚟同大家分享咯。馬上嚟分享我哋先生。各位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王宗義，屏東萬萬嘅六堆亞果園嘅農場嘅創辦人。哇，歡迎老師嚟到我哋節目底部喲。老師頭先我哋有講啊，農場除了生產農產品，加上係觀光休閒嘅功能。我第一個5年嘅農場係專門係推廣有機嘅嘛。5年除了推廣有機之外，其他講啊，和其他嘅幾道嘅法通。5年嘅法通係哪一種嘅法通啊？我哋嘅法通主要係食農教育。食農教育嘅部分。食農教育係食農教育又係環境教育環境教育嘅一部分。當然。我哋咧農場希望大家人來，唔係像學校嘅安尼，感到佢嚴肅，也係佢壓力，我哋有一些寓教於樂，係睇見農場嘅地方認識嗰度飲食，個農業有關嘅一些知識，也係講一些了解嚇，幫助我哋睇旅客，第一個我哋咧食物對耐來。因為個等於講，我哋去到街區其實有兩種法通兩類啦，有食農教育嘅、環境教育嘅部分。從一般咧，我哋去到觀光休閒農場區，體驗到嘅法通，就有兩類嘛，野餐咪有聽講啊，喺萬萬尤其係同人親像人去辦咧，由於咧有機會來萬萬做客嘅法通，佢屬於講有兩類地步嘅哪一種啊？有兩種都有，係一個法通有機會來萬萬做客。第一個有機會，意思都講，一方面有機會，一方面他個人來學有機，係來了解有機，你愛有機嘅，來萬萬做客，你來萬萬可能我哋也客家鄉，也客家文化來了解我哋客家嘅貨服，個似咩哦？你而家嘅法通啊，談開嚟按好教，做乜嘅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來辦一個法通啊？一個是客委會客家委員會，有一個計劃，我哋大家人去申請，我哋係台灣3田4省協會嘅理事長，所以我都代表我哋嘅協會聯絡我哋也附近嘅一共4個單位來變成一個團隊來向客委會來申請一個計劃。有4個單位，一個都係5嚿水，當然邀請到我哋嘅群眾，代表因哋客家嘅貨風，佢會解說，佢會導覽解說。第二都係我哋嘅六堆亞果園，個亞果園民宿。第4個都係我哋六堆亞果園附近有一個玉巧可可巧克力工作坊，一個木蓮手機，木蓮仔，係木蓮伊請我解說嘅巧克力用嘅來嘅，我哋都合也4個單位變做一個團隊來向客委會來申請一個計劃。當然我哋受到客委會嗰度幫助，我哋都慢慢地開始聯合一4個單位，受嗰度訓練來做一個行程。老師，你可以再詳細啊，同大家紹介下講，有個行程，有個人哋咧發動有機會來慢慢做下，啲多大去睇嘅去教乜嘅，去做乜嘅，好冇？我哋先講睇六堆亞果園我哋都會睇佢隻嘅，假使講1來2年，當然有嘢啱唔到睇嘅係啦睇佢隻嘅主要都本他個人認識講，有機農場幾多種植物作物，譬如講，你有看過？譬如講南瓜，也係出瓜嘅；你看過公嘅花，個麻嘅花，公花、木花，喺木橋。還有款哦，唔係大花都長咗一類嘛？一看起來個長，如果你一看到底下講，有2種木橋樣，我哋都會帶他個人去了解，按多種瓜類全部都黃色嘅花。
不过麻的发跟公的发，迄无共用。安尼你搞他个用个看呢，做乜嘅麻的发有底下有一个，譬如讲南瓜，有一个小南瓜，叫做脂肪，你从妈妈的子宫共用，授粉以后，安尼你去套袋，做乜套袋呢？你会有刮石引，安尼有无喷药嘅？有机农场无喷药嘅，安尼用套袋按照物理防治，安尼你去套袋，安尼慢慢的，伊就会进来进胎，你唔会分个刮石引咬。安尼你摕农场几多种无共用的，譬如讲，请问唔伫遐秋葵香嘛个无？秋葵，唔系记录像球嘛？没，伊像黄，他跟人都讲，哦，黄老师，你做咩黄的？秋葵都按到黄秋葵，黄秋葵，没有，伊也真正的名叫按到黄秋葵，伊有咩葵黄色的发，秋葵呢？安尼，我去摘伊，我个注意哦，唔伊有热，无小心你会出毒，你等于会过敏。你安尼你弄从几多种作物，有时候又可以看到，譬如讲独角仙，4月底5月初，给下有可能到独角仙，你可以感到讲，尤其农场几多生态平衡哈，生物多样性，除了了解农业生产以外，安尼又教伊呢，用的种，用的给植物用的胎，慢慢的成熟以后，安尼用的那些时间可以去摘，摘过了以后，安尼又教伊用的切，譬如讲，你有听过一个笑话嘛？嗰多人形容啦吼，唔伫遐讲个丝瓜削皮，个菜瓜啊无削皮，安尼敢可以食？应该也可以食，唔过是烘了应该可以，口感可以奇怪吧？去家用你搞个形容，心球啦，心内的心球讲，干来削个皮哦，天热又同个苦瓜削皮削起来，哇！讲真正的，迄无学，他个人都唔晓得。不过提鲁卡，新人的提鲁卡有机会学无？真难吧？更加睇下，尤其迄鲁卡有煮的，可能有个少的哦。见少年煮，做嘛无煮，他个人吃无闲。迄无你讲煮饭更麻烦，落被石头的。不过安尼提鲁卡，太人而搞新人的，替嫌麻烦，都几个哪有时间来搞？天呢又咁多嘅新人的，而且千万香，又有火又有毒的，所以新人的个样啦，所以新人的无机会学，对于太的毕业的工作的，伊都免于你摕落去食。安尼马底下讲，提鲁卡斯个健康，提鲁卡斯一家人共下食，个感情无共样。他个爸爸妈妈同新人的共下住，个感情又无共样，共下学习，共下工作，一家人的凝聚力都够好。嗰時候嚟去參加人哋發通，唔單止可以去農場看到一條農產品、農作物，甚至於講今日可以親自去摘樹嘅來做料理，喺地方度體驗。除了安尼之外，唔能係去其他菜地地方做為那條嘅行程，睇下嘅發通地方啊。好，頭先我哋講嘅是亞國人嘅食農教育嘛，我哋又會去到嘅可可園。你有看過可可？有，即望到太厲害喎！冇共樣嘅食，清醬。我哋都睇可可園摘個熟嘅嚇，他講有認識講，哪個按到熟，哪個冇熟，熟嘅兩粒，各個去都可以打開來，當場都睇佢食嘅。幾多年食過巧克力，唔過幾少年食過可可，可可新鮮嘅哦，係新鮮嘅，又當風又有拍拍嘅肉，地波又有嗰種堅果樣嘅，我哋都安尼食。雖然我哋都去到伊下工作坊，木蓮嘅工作坊，玉巧可可巧克力工作坊，以後講嘅呢，用嘅囤嘅可可，經過乜個程序哈，後來經做到最尾變成巧克力，我哋都開始向下做哦，緊攞，弄嘅以後變成巧克力又來做一變啊巧克力冰淇淋，嗰時大家嘢都同木蓮講笑話。伊是怪熱情的人，又講嗰度笑話，伊本身是馬來西亞人哦，唔係漢人哦，唔係漢人，不過伊哋都卡以前都種可可，伊來到台灣，伊是學化工嘅，伊都提台灣工作，不過慢慢的，伊感到講，伊要過去照顧伊老人家，都卡家用嚇，嗰時伊哋都慢慢的想去講，等到伊哋
年纪过大愈回归乡土，过说因会愈种可可，啊，搞他个人做巧克力，做巧克力冰淇淋。跟木莲吼，伊凊话讲笑话，所以他个人伫弄鱼的吼，唔要过无聊。啊，安尼又过期待讲等下可以吃到冰淇淋，啊，做好迄个，他个人都凊欢喜去家做的东西，嘿，够有意思。哇，另外讲，能去除了去农场吼，去到体验之外，还可以即下去做个巧克力，哦，去体验讲到底嘛个巧克力係用蛮生产出来的，哦，大家可以拿堂嘅出版人啊，吼，也係講木蓮姐今日喺分享嘛，哇，真是談好嚟有嘅活動，鬼有意思呢！看有機會嘅話，同人哋朋友去聊聊一下，來參加體驗一下，鬼好呢，係咪？好啊！觀眾朋友，一個有機會來去慢慢做下一個活動，真是鬼神奇呢！啊，唔過除了一個活動之外呢，到底還有哪條神奇嘅故事，也個活動嘅內容呢？讓你休息一下，飲杯茶，馬上過來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綜藝先生分享講，佢哋嘅有機會來慢慢做下嘅體驗嘅活動，係結合嘅神農教育同人哋嘅客家文化嘅部分。啊，頭頭有講到神農教育部分嘅客家文化嘅部分咯，我哋繼續嚟請教綜藝先生吧。先生，頭頭有講到嘛，啊，人哋客家文化同神農教育結合嘅一個體驗活動，頭頭也詳細嘅紹介。啊，人哋客家文化喺到5嚿水一個總頭地方，人哋係問大家體驗嘛嘅呀。主要係用5嚿水，5嚿水有嗰度伙房聚落，好，這是我哋咧文化部哈登錄有案的客家文化資產。誒，佢係體嘅記錄用文化資產嚟保存嘅呢。係啊，親講咧，好，譬如講劉氏宗祠，親講，安尼前幾年哈，咱堂嘅村長哈，嘅村長就介紹一個劉氏宗祠。那冇想到，佢劉氏宗祠吼8個人，唔過佢伙房呢200人，好，啊佢地邊佢村嘅地邊哈，又含有一個我哋可以講嘅書房哈，觀海山房，佢是一個嗰種私塾用嘅，讀書嘅地方，讀書嘅地方，青島文人無來到呀，就係因為講不到劉家不入流哈，一定要到劉家，好嚟學習。好，安尼人會進入上流社會。係，每一個所在哈，加每一個角落，加嗰度安尼文化嘅記憶啊，嗰時行，又最尾又行到嘅半月池，好，個半月池青苔青講，啊咁多去到五溝水哈，嗰참有一種嘅慢活的感覺，而且好像回到古時候，可以看到人哋咧祖先摕幾隻人用嘅神飯，啊，假使講即個冇了解客家文化，台灣嗰時候創業安講嘅所在，安辦之餘咧起落啊，有中式的核心伙房，好，又有大我伙房等嗰度，每一個所在更加政府如花幾多錢，而且徵收從以前安講。哇，真是呢！那讀好喜唔能夠體驗到冇共用嘅課程，也係講承辦。神農教育咧係咧，啊要用神農教育去到人哋咧客家伙房體驗人哋咧客家文化，真是幾好呢！啊，除了安尼嘅活動啊，老師，人哋活動既然規劃嘅安好，應該幾多人去參加吧？大家參加係嚟有哪條嘅反應啊？譬如講吼，同樣嘅共用係神農教育，唔過人哋咧農場會盡量。搞大家有客家美食嘅神農教育，譬如講去到農場去綠隊亞國人，人哋都會帶伊哋去摘七層茶，人哋有個發動按到七層茶差很大，大家你談到七層茶，中文下七層茶，喺唔啲人就講，乜講到七層茶，實在貴人都講九層茶，啊，人哋客家都講七層茶，啊差很大，有了它味道就差很大。嗰種人都教育，人哋客家人用七層茶，唔係搶做菜哦，人哋還會做嘅醬料，醬，譬如講
白斩肉，也系白斩鸡，迄么俺哋有时候用韭菜，俺哋他赶紧美国它是韭菜，俺哋系啊，俺哋有一个发通来割韭菜，快找忌避啊，迄嘛个意思啊？韭菜有咩一种嘅忌避作物哦，因为有一些米丝，所以种啊田区嘅地方有一些昆虫都唔好伊。哎呦，嘿，俺哋都搞伊呢去割韭菜，好割韭菜割了，然后也教他们有机农业地方用嗰度忌避作物，譬如讲芳香万寿菊，从呢也系快菜，加加喺俺哋有机农场用来焗嗰度昆虫，嘿，啊有啲忌避作物又含有保护，譬如讲为了保护俺哋呢瓜嘅，希望都保护俺哋呢tomato 嚟保护伊呢，係，嗰所以我哋要教他噶，來割韭菜，快找忌避，我哋嗰度安尼課程，要教伊呢要記，要教伊呢用嚟煮，嗰所以他個人嘅印象佢深，係，啊幾多嘅可可巧克力，嗰時有看過嘛，啊可能以後印象佢深，啊有幾多我哋呢晚晚呢唔叫水。因為人底下講哦，晚晚唔要搶豬卡，豬卡以外還有按精彩發通。對啊，你用按到按豐富都冇共用咧。啊，除了一個有機會來做客之外，一個發通，先生你嗰邊還有推廣其他嘅發通嗎？我哋最近推廣一個叫做雙峰之旅。雙峰？係，去北山哦。係，可以講北山，不過唔係真正北安陽嘅山。我哋一個雙峰兩個峰吼。一個是二峰圳，係二峰圳係我哋屏東清特別的一個所在，嗰是同水利工程有關係。最老嘅個水利工程咧。係啊，嗰所以他個人唔係搶地啊，講有增溫水庫，一來到我哋屏東用做乜嘅可以不缺水，係當然我哋落去嗰度，啊唔過天氣都係我哋有一個二峰圳，嗰所以晚晚啊新鼻啦，嗰度籌住嘅種青苔以前台糖嘅用天哈台糖種甘蔗嘅地方，加用一個二峰圳嘅水，我哋嗰隻嘅沒有地下浮流水，加拜二峰圳之賜。啊，而家唔係唱二峰圳咯，又含有潮州的志洪池、大人公湖，哦，真種個獎。啊，一個都係二峰圳一個峰，其中一個。啊，天野峰，我哋6隊。後面有前隊、後隊、左隊、右隊、中隊，還有一個先鋒隊。先鋒隊喺哪啊？晚晚啊。嗰時我哋都同嘅先鋒隊嘅峰，同二峰圳嘅峰，變咗雙峰之旅。睇下兩個地方來去看，來去交流一下，認識兩邊嘅歷史啦、文化，甚至於講菜地有哪度嘅家鄉人嘅體驗嘅課程係咪？都農產品也好，都加下第一個觀光旅遊地方。係啊。哦，真奇妙呢！啊，一個兩個發通啊，冇共用嘅體驗發通，見能現在人都可以參加嘛？係講有限制有條件嘅呢？呢個是講雙峰之旅，你愛坐車坐到二峰圳嘅鄉，還有行動人哋晚晚也鄉。二峰圳是睇潮州個來意嘅鄉嘛，嗰時候有藍茶，安尼個奉片，安尼至少2、30年來當個奉片。迄個是講餐廳人哋晚晚也鄉，因為人哋也奉甜茶個奉片，嗰時候差唔多6個人、8個人，安尼7家4茶嘅，希望都去叫他茶，安尼都可以睇下隻嘅老料。啊，嗰所以一鄉呢，差唔多6個人、8個人都可以嚟參加。啊，他個人譬如講一家畜，好嚟休息嚟了，喺伊安步，因為可以變啊2日嘅發通，好變啊2日、3日，我哋附近晚晚一到好了嘅地方。啊，附近又有6隊客家文化園區，又係有一個原住民嘅文化園區。好，啊，我哋嘅又有環境交通，佢就係真正嗰度好老了嘅地方，嗰所以可以嚟啊喺2日，係。嗰時候老師人哋咧嘅行程其實也可以看人哋咧迎合咧需求，然後嚟做一啲調整，1年也好，2年也做得。啊，最起碼係講雙峰之旅啊嘅部分，因為坐車個多年，可能比較適合講帶團體啦，吼，也係講學校嘅一種來參加。啊，其他來有機會嚟到慢慢做客，可能2個家庭哦，都一個家庭都做得嚟嘛。哦，
原来安尼，不过我哋讲嘅研究拢讲嘅迄個旅遊觀光嘅部分啊，我也啲講老師我哋咧農場就都講經講嘅嘛，尤其同士農教育嘅部分，我哋也基本上忙睇推動。除了一個體驗發通之外哦，又針對一個士農教育，也係講尤其嘅農業來分做無相嘅族群來提供無相嘅課程也好，也係講體驗嘛。大部分來到我哋也吼最多嘅啦吼，都係佛教嘅，佛教嘅老師帶學生嘅，好啊，有的是一個年級，一個年級，好，譬如講6年級，啊，我哋最多接待講120個孩子，係啊，按到學生嘅按樣嘅腔下哋嘅發通咧，我哋都有嗰度無腔樣嘅發通，嗰就有一個班級睇啊，有一個班級睇啊，有一個班級睇啊，有一個班級，按你輪流做。無腔樣嘅發通，我哋要設計，係嗰前面嘅，有啲嘅，譬如講，第一版，嗰度都開始煮嘅東西，而法嗰度時間煮嘅東西，啊，譬如講茄子絞肉，我哋第一個絞肉，我哋先燜好，變成滷肉用嘅，啊，茄子都高一年用嘅切，用嘅同個底頭切嘅，啊，切個細塊啊，啊，都變啊個滷肉底部。好，你睇個燜豬肉嚇用嘅嚇，啊睇個地燜，安尼一個鐵板都先煮，啊嗰個一鐵板煮係咧，然後都做撇咧，譬如講用玉米種子播種，嚇，啊可能撇啲板筋咧，等下天熱板筋又來煮東西嘅，然後可能切絲瓜啊削嘅菜瓜嘅，削嘅切嚟都煮米。好，安尼米嘅班級做嘅無共樣，啊咁到最前面嘅都係米，安尼有卵，安尼有母雞嘛嚇，會生卵，啊佢細年嚟睇大卵嘅，伊要輕鬆一個打破，要輕強啊打壞，佢所以戰戰兢兢，米嘅細年嚟米都可以食到1粒卵嘅，睇到卡嗰多年米嘅細年差唔多可以講1年都食到1粒卵，不過。有大個老人成年嚟改食，一天咧，係我哋看到人哋睇佢戰戰兢兢睇佢打落，啊有啲個大啲，有啲個細啲，有啲看到啊，嘿人打佢落去嘅笑容嗬，嘅面嗬，佢突然間，佢歡喜，無腔嘅成就感都錯嘅，啊我哋嗰度無腔嘅發通嘛嗬，亦都伴老師帶學生嘅來，啊有農場嘅，譬如講嘅。我哋講好老話講連歌車、獨輪車、三輪茶啊，獨輪嘅。獨輪茶係，我哋有咩伴學生嘅去吃看下樣嘅事，啊唔過必須我哋去個門下嘛，嗰時我哋要用一桶水擺喺地板，睇下你唔可以試按夾，啊慢慢嚟試，個水唔可以流出來，啊要第二年練習，要第下講啊農場有嗰度無共樣嘅工具，係譬如講錘嘅啦，咩錘腳頭啦，係腳頭，喺冇到人哋講圓鍬啊嚇，小圓鍬，喺冇到鐮刀，嗰度戴手套，我哋有時候有咩搞嘢嚟用手套做一個動物園，啊先發手套變嚟去割草，過嚟一個手套冇接下，又可以做一個做母雞，嚇，安尼一個動物園。嗰種人哋設計嗰度冇共樣嘅發通，一個伴老師帶學生嘅，喺冇到爸爸媽媽帶成年嘅啦。哇，安尼老師，你哋設計真是鬼神奇呢！從一關一關的闖關遊戲，啊唔但將好認識今日咧農產品也好，用萬一料理也好，還對農業的工具啦、生產的流程也本嘅能所了解，認識完整一個農業的行程咧吼。係啊，哦，真是鬼神奇哦！哦，觀眾朋友，線上小嘅故事係咪鬼神奇呢？唔過我哋農業地位啊，還有幾多好聽嘅故事哦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。試比賽休息一下吧。前面線上分享嘅，今日有幾多神奇嘅體驗發通，也有幾多神奇嘅士農教育嘅課程。啊，不過今年啊來到現場啊，看到線上帶有幾多無共嘅工具哩，啊嚟請教線上一下，到底也個係用乜嘅啦？先生，
我看到根本人家一般来讲，人的节目底部带来些农产品也好啦，吼，也个吃的东西也好，我第一摆看到带来毛香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，你可以同人分享小解一下，那个是嘛个东西么？真种贴的做的又有玻璃。泡咖啡的嘛，那个我哋用到太阳能锅，哦，太阳能锅，太阳能锅我哋有咩可以去家做，啊，唔过要花几多时间去家做，啊，我哋上一顿他跟人介绍讲，我哋咧日头，特别係我哋屏東嘅日頭，可以幫助我哋唔使用火，唔使用天，唔使用能源，都可以幫助我哋做出好食嘅東西。老師，等一下哦，唔講那個係我哋煮是用嘅煲誒，太陽能鍋，鍋係，看看唔像煲誒啊，係啊，重重一啲呢，係啊，人哋一啲同一個嚇，有一些從管係金管啊，係管嘅嚇，給到蓄積能量，哎呀兩片咧不鏽鋼嚇，日頭安尼翕。安尼做，啊有反光，反光都有個圓圓的，有個玻璃底部。好，啊安尼右邊個機呢，當底部都不用安尼呢師傅。好，跟安尼有一些容器嘛哈，師傅不用喺底部，啊不用啊個圓圓的乾的底部，set 好了。啊伊都差唔多半點鐘，都可以到80、90、100度。啊安尼最常拿用乜個東西來做呢？做乜嘅有個？伊個都係安尼。我哋屏東客家人市場是的，最好食的，別的地方買唔到嘅，都係客家鹹魚豬肉餅。哦，人哋講嘅鹹魚肉餅啦，安尼。係鹹魚嘅肉餅嚇，安尼都搞客家人嚇，安尼糯圓圓大便便，啊都一塊一塊，都不用啊嗰個容器入邊，啊都塞入去。大家日頭下嚇，緊燒到當風嚇，有一些種。烤焦的這樣，好恰，好落發光，擦，可見嘅溫度有1度，100度、200度都有可能。當然有個久啊，嚇，要時間。啊，冇有時候我哋有咩，我哋有卵啊，我哋即個有生產卵，佢就用蒸蛋用嘅啊。啊，不過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都係講唔可以先嘅卵嘅米嚇，不用入去，咱安尼軟嘅拿去，我伸入去，因為暗瘡。一下冇注意都流出來，嗰時我哋一天先冰好啦，全部當甲準備好嘅，咱倒入去，伸入去，安尼咱冇流啊奶落去，哎，等下出來去都鬼醬嘅蒸蛋，真好食。糖烘嘅有個太陽能鍋吼，鬼神奇呢！啊，佢主要係講可以像炒嘅、像鹹嘅，哦，像嘅蒸嘅，啊，嗰時佢可以煮湯嘛？煮湯。我唔方便，因為我講嘅有水會流出來，會流出來，哎呦，按細嘅嚇，煮唔到千度米啊。啊，當時做乜嘅會想到講用熱嘅太陽能鍋來料理，佢有同人哋新農教有乜嘅關係嘛？我哋最主要都係同客家人講，食材有我哋啲日頭係最好嘅能源。係，當然有嘅要咩去買啦嗬，最好都自家做。又可以自家做啊？做冇共用嘅，我自家用紙板，啊個用嘅鋁箔紙，慢慢地自家做，因為可以做出來。係喺網絡上嗰度教人用冇共用嘅方法。係我哋有咩有做過？我哋有咩有做過用紙板做一個烤箱，係啊底部用個木炭嚇，我哋咩可以變啊嗰餐人講湯啊雞係咪？好，我哋咩可以用紙板？用簡單生活中人哋看得到嘅呢個器具啦，吼材料，人哋都可以生產嚟做一啲料理嘅工具係冇錯。老師，人哋講嘅研究啦，吼都前面都係體驗嘅，發通幫學校嘅學生嘅同家庭嘛。人哋農場堂講也有在推廣一個新農教育培訓本嘅先生也好，工作人員也好，課程同一般的有冇嘅冇共用咧？當然我哋變啊講培育種子教師啊，哈，因為我以前喺宜蘭大學教書嘅，我都睇佢就係成立了環境教育機構，都會專門搞環境教育的環境教育人員，好幫助人可以通過個認證，等於講我哋都係培育環境教育人員，所以我後來我回到屏東，我都想，我們要來培育食農教育的老師，
实农教育的师资可以讲有2类人，一个都学校的老师，好，我们对大学一直到幼稚园的老师，我们甲有机会来教因的。啊，另外一个呢，都是农场，我们这个有农场啊，老师在学校教实农教育，用的讲路，佢参有一些隔靴搔痒用的哈。佢唔係叫嘅專業，第一個唔係專業，第二冇尊重，係看到人哋咧菜多帶對奶來，當然係學校有啲地方會，有啲學校會有一些天奶，俾學生去種，不過來到尊重嘅農場，係冇共用嘅感覺。啊，人哋都會培育人哋咧農場嘅工作人員，好負責人啊、農夫啊，用嘅來教實農教育。嗰時我哋要開2種課，一個專門本農場，一個專門本學校嘅先生，2人2人，我哋都可以嗰度安尼課程，我哋屯農委會個農糧署來申請計劃，啊專門都來培訓嚇，來培養我哋咧農場同老師來做實農教育，我哋希望嚇農場可以底下老師需要乜嘅，我哋嘛希望。老師底下講農場可以提供乜嘅東西，可以提供用嘅課程，係來到農場有乜嘅個奇妙，還有個有意義嘅教育嘅內容。哦，安尼先生，我哋一2類啲，譬如講，唔係講伊咧係先生，伊咧係農場嘅人員，啊唔過像我啦，我唔係先生，我又唔係做農業嘅，我假使講我上咗嚟。做一個環境教育也好，實農教育也好，我可以來參加一個課程嘛，還係講能有 TVB 一種嘅一般嘅民眾開設一種培訓嘅課程咧。培訓嘅課程，你我哋一天要有一個主旨嚇，啊，嗰時我哋更加主要係老師同農場嘅人員，啊講嘅有道理啦嚇，有可能我哋慢慢嘅都開始來培訓一般嘅人，你講實在。每一個父母親，有冇學來學嘢嘅啊？係真是。係啊，像我哋咧環境教育，我哋睇佢講環境教育嘅，我哋講我哋唔係搶學生嘅，我哋希望每一個人一方面嚟學習，一方面學習以後又可以教別人，譬如講教我哋都教人，嚇啊，同樣實農教育咪同樣，我哋一方面嚟學習起來都可以教我哋都教，又係教我哋咧。連沙親戚朋友啦，順勢如果唔係請人哋真係有啲好嘅人去推廣，係希望講有接觸到一個實農教育、環境教育嘅人，可以靠下來去推廣一個觀念嘛。係啊。真係希望一個鋪設老師能夾夾來推行。當然我哋一個有機會、有心、有興趣嘅人，當有一個機會來做一個先生啊，冇真係我哋也唔知啊講，實農教育、環境教育佢正常嘅觀念、理論啊，也係講愛出行、愛要慢去進行嘛。老師你能推廣一個實農教育、環境教育研究嘅一段時間，推行到更加多乜嘅困難，有人冇認同一種觀念，又係講佢會有帶動我哋講錯誤嘅刻板印象。有啊，我印象最深嘅都係有一次，我哋會通知冇共用嘅教育機構來參加我哋嘅活動。啊，有一次有一個算課後輔導班啊、補習班用嘅嚇，安親班嘅。主持人、負責人來到我哋嘅農場，啊，我都提過我哋用嘅做，啊，而後來同我寫 line 講嘅，我哋家庭唔會去人嘅，啊，咁啊嘅，啊，我都感到佢奇怪啊嚇，啊，呢個有政府補助啊，也唔是花幾多錢，嚇，啊，又可以帶人哋學生嘅來，啊，我感到我係親有熱忱嘅老師，伊做乜唔會來呢？後來我就慢慢嚟了解。然後底下講，伊也心目中嘅實農教育係休閒農業，也意思都講要帶也學生嘅來了，啊最後一天要做一個乜嘅東西，帶過去可以俾也父母親看到講，一個學生嘅根本日要做一個乜嘅手工藝品，啊嗰時我都想講，可能伊唔了解乜個叫做實農教育，係實農教育佢亦係教育。嗰時一天要用乜嘅理念要教俾學生嘅，譬如講，一個吊菜壞，然後我每日講，安尼壞到底哪隻係本蟲嘅咬，唔同講啦，假使講安尼壞是一片本蟲嘅咬，又係一片本蟲嘅咬，啊學生嘅我談啊，
安尼后来如果提讲鸦片本厝的熬，佮所以鸦片摕个继续刣，鸦片唔会刣的，佮所以都送啊安尼。天意安尼如果问伊讲，甲也歪歪跳下来去。新人咧讲啊，安尼无菜啊，嘿啊，安尼如果比人哋讲，也个虽然也个有一些本厝的熬，毋过也个地方切下来去，迄尾也几条的都还可以食。哦，啊安尼如果教因咧，讲也个甲买去的，毋好讲一天都买又重又刣又切咧。因为假使讲你又重又刣又切，摕太自然地步，一天无可能，除非爱喷药的。迄种安尼咧农场无喷药的，伊难免会有虫的咬啊。一定会。嘿，啊，安尼要接受讲，有一些个本虫的咬，安尼都熟起来去啊，其他人可以食啦，同样安尼去买去的，莫讲每次都要买又太条又切，迄安尼上，讲安尼一样的，买的人如果上，较好啊，讲爱要买个太个切的，啊，农民要想讲，讲爱有一些本虫的咬，你唔会买。刚才你就杀药个啊，啊安尼变啊讲消费者，你就家庭，安尼爱食物个也家庭，安尼咧农民要一样个来种，安尼希望安尼食得健康，安尼也希望安尼咧环境好，咁你冇经常讲啊，要太要切，啊要想讲啊要安全诶，啊要对环境好诶，啊，所以啊本老师们有安尼咧信念，安尼如果培训嗰度工作坊。来培训伊呢，啊，毋过唔了解的人，如果上到安尼咧想讲，伊来到安尼呀，伊上一半安尼，伊也学生诶，当然教我亲亲诶，过去对爸爸妈妈讲，哦，个亲诶哦，你看下又做呀个又做呀个，毋过佢唔係安尼嘅目的，佢係一部分嚟啦。係，當然一本新人嚟睇下快樂學習，啊，毋過唔係唱快樂，我有學習。哦，真是，俺哋生農教育其實可以包含講有有咯，哦，有教嘅，有好料，因為俺哋當上癮嘛，差唔多，但唔係真實咧像上課俺哋死板板的哈。啊，唔過除了俺哋之外，最重要係老師講嘅，俺哋要學習到其他嘅價值係乜嘅，哦，俺哋真實嘅農業，我本喺家己講，俺哋食啲東西係用辦出來嘅，係用辦去到俺哋咧食啲餐桌上也好，飯碟杯也好，但唔係幫俺哋喺市面俺哋咧新人咧，哦，因為講俺哋咧。結論係對超市出來，唔係對嘅檔口嘅身上出來嘅，係咪啊？你啊？哦，哇！觀眾朋友，真係怪奇妙一件事情咧，生農教育，大家係咪冇想到安尼啊？其實啊，有機會話，嚟到我哋慢慢嚟到我哋農莊地區體驗一下、認識一下，乜嘅按到生農教育、環境教育，也係個好一件事情咯。今日再一次感謝啊，鍾醫生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同分享哦，多謝。多謝我哋嘅主持人，多謝大家分享，大家有機會來慢慢做客。好哦，安尼坐到更加，大家有個信任我呢，聽準先生來認同表述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